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。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，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，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，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。以弗所書1章7至10節。以弗所書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有幾段非常長嘅句子，其中一段就係喺第1章3到14節嘅經文。3到14節嘅經文喺原文係一句子。點解以弗所書作者要有咁特別嘅句子結構呢？其實學者咧都有唔同嘅解法，不過咧1章3節到14節呢一大段嘅經文，用一句子去表達，我哋好容易會見到咧，其實第1章3節到第1章14節，其實有一個好中心嘅訊息，就係作者要叫我哋要稱頌神啊，要稱頌神。第3節講到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然後要頌讚乜嘢呢？就係賜俾我哋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。然後我哋好容易見到第3節到14節，其實就係包住一紮頌讚嘅內容，頌讚神一切屬靈嘅福分，一切豐豐富富嘅恩典。今日我哋會睇第7節至第10節，我哋要頌讚耶穌基督嘅救贖之恩啊！因為耶穌基督嘅寶血救贖，我哋嘅罪，我哋所犯過嘅過錯得到神嘅赦免。呢個十架嘅救贖，完全係因為神豐豐富富嘅恩典。呢個救贖恩典唔係淨係限於今生，更加重要嘅係我哋來生嘅盼望。第9至第10節話俾我哋知道，基督救恩呢個嘅奧秘，其實係神嘅美意，係神早早一個美妙嘅計劃。當日期滿足嘅時候，就係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屬於基督嘅人都喺基督裏邊同歸於一。嗰一日，所有基督徒，無論喺邊一個地方嘅基督徒，邊一個地區嘅教會，邊一個種族國籍嘅基督徒，都會因為基督而真正聯合起嚟，合而為一。所有破裂關係得以修補，所有破碎擾亂喺基督裏邊都回復和諧。當我哋諗到神美好嘅計劃嘅時候，我哋點會忍得住唔頌讚神呢？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見到乜嘢境況先至會稱頌神呢？當我哋見到四圍混亂破碎嘅時候，抑或係環境睇嚟好美好嘅時候，會較容易稱頌神呢？讓我哋都一齊學，用一個望見將來嘅眼光，我哋望見將來同歸於一和諧景象而稱頌神啊！當我哋望到將來嘅盼望呢一個同歸於一嘅景象嘅時候，其實我哋而家所面對嘅混亂破碎，或者環境好或唔好，其實我哋都可以由衷嘅讚頌神，因為我哋睇到神嘅計劃係美好嘅。保羅寫以弗所書嘅時候喺監獄裏邊，呢個時候佢喺第1章都花咁大嘅篇幅去頌讚神。今日弟兄姊妹，我哋都一齊睇下喺以弗所書保羅所講嘅景象啊！
願意我哋今日一齊學習去操練，無論我哋身處乜嘢境況，我哋仍然可以由心去頌讚神。弟兄姊妹，其實好感恩今日為我哋讀經文，啱啱讀到以弗所書1章7到10節錄製經文嘅，其實係2位姊妹。其中有一位長者，因為唔同嘅原因，佢未必可以星期日返到嚟同我哋一齊去崇拜，但係好感恩今次我哋有機會請2位長者姊妹一齊去錄製為我哋讀今次嘅經文。好感謝神可以一齊侍奉，亦都睇到耶穌基督嘅恩典喺我哋當中，我哋服侍緊同一位主，亦都係合一嘅侍奉。耶穌基督已經將我哋聯合起嚟，阿們。